山间小车站的尾房车，随着别离的汽笛声，车顶的人客拢流着忧愁的面容。列车渐渐离开月台去，车窗外暗淡的灯火，亲像显出依依惜别来的送行。拄则徛在月台上看到稀微灯影的男性，一定是为着亲像铁道上迄两条街路，无论到何时，永远无结合的爱，才伫咧号里出来旅行的男性。靠嘛无了时，无可能再度相逢的心情，谁人会当了解？再会啦，是吗？咱双人自细汉相爱甲相亲，有日世有约束，永远咧做阵。无伊爸母温顺，咱两人的结婚，害咱心内可有阮，情深乱纷纷。逍遥袂脱离封建的家庭，未来去打拼着理想的前程，永远当心人光明，靠实力来竞争。惊做有啥不幸，决心要达成。念我在等着伊已经所相思，为怎样若无来，引人心怀疑。到底你是啥心理？等我纯情男儿，害阮失望甲失意，永远难相见。